间，谢谢。好，我们再一次哦，108年度地方治理论坛大成功3版。好，谢谢各位朋友。我们感谢彰化县议会来举办这次的论坛。那结合我们产官学以及关心彰化县的乡亲，大家一起针对我们的议题，那来做讨论，提供给我们的县政来做我们的这个市政的一个这个方向哦。那也针对我们现在的青年返乡也好，我们的这个城市行销，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创新教育，还有非常多的议题哦，都是非常这个很符合现代化的这个需求的。那我们期望说，我们更多的乡亲共同来参与。一起让彰化更好，让彰化更美。有蛮多主题的啊，刚刚县长也特别提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其实今年叫做地方创生元年。那创生以前以为大家都认为是只有一般的文创，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人才要返乡啊。所以吴老师这一方面返乡德国回来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产业应该要创新价值，所以吴董事长的这一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个参考的一个方向。最重要是议长推动的运动竞技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已开发国家的部分。那运动竞技可以带我们身体健康外，其实它有一些产业链，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地方治理论坛讨论出可以接地方怎么去把我们的运动选手推上国际的一个想法。8月13号大概主题是分享怎么创新治理打造幸福。我想这个台湾的话薪资都倒退了那么几十年，那其实在整个政治上，县长是地方的父母官，应该如何去打造一个幸福的彰化。比如讲，我也希望说公务人员的薪水能够每年加10%，可以把整个薪水大家都能够拉高拉近，我想这样社会的问题就会减少。这个整个治理上应该是由繁化简，但是我们为了做公平的时候，常常把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那一天我大概会针对创新治理如何来提供给我们这个县府团队做一个参考。